好，来继续来看，昨早起，中国解放军的军机搁一届经过巴士海峡。总统蔡英文强硬来表示，这个时阵中国的军事动作并无意义，上重要的是要赶紧来控制疫情。另外，特别举办的世界卫生大会论坛，台湾将以线顶的方式来参加。蔡总统讲，这只是第一步，会继续来争取实际的参与。 国际智慧城市顶尖论坛伫桃园举行，台湾唔但科技发展，医疗保健的指数更加是全世界排头顶的。面对武汉肺炎疫情 ，WHO 世界卫生大会将要举行论坛。世卫表示讲，和台湾用线上方式参加，总统蔡英文表示感谢。线上参与这个只是第一步了，以实质的参与为我们的目标。 国际上愈来愈关心中国打压台湾，美国国务卿庞皮奥伫拜六更加伫全国州长协会上警告讲，甲中国往来时一定要细致，佮特别以台湾为例。蔡总统感谢庞皮奥重义发言，也佮伫礼拜早起，中国解放军的军机又佮飞过巴士海峡，中国佮表示讲有这个能力拍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蔡总统强硬回应。 中国军事动作无意义。在这个时候，我倒是要告诉中国，最重要的是赶快把疫情能够控制住让整个区域跟全球的这个面临疫情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可以缓解下来。因为即马大家上关心的是防疫，中国疫情全世界拢伫关心。